捕捉完美影像，除咗需要技術、耐性，更需要靈活嘅拍攝手法。全新數碼單鏡反光相機 Nikon D5000，特設多角度熒幕，幫你發掘更多新穎嘅拍攝角度，隨時隨地捕捉多角度美感。透過2.7寸多角度熒幕，實時顯示拍攝變得更加靈活，影像顯得栩栩如生。無論何時何地，嶄新嘅450度多角度熒幕都可以幫你以新奇嘅角度放眼世界。你可隨意喺各種位置，以唔同嘅角度進行拍攝，捕捉意想不到嘅畫面。只需選取實時顯示模式，然後撳下 OK 按鈕，就可以用 D-Movie 功能錄製高質素嘅有聲高清短片，留住你每段美好回憶。而且你可以選用3種唔同解像度同錄影時限嘅檔案格式去錄製短片。即使主體快速移動，D5000都可以幫你追蹤主體。D5000可以記低主體上被選區域嘅亮度同色彩資料，將焦點放喺嗰個區域，相機就開始追蹤主體。即使主體暫時離開拍攝範圍，然後再出現，相機會自動對佢重新追蹤。撳一半快門，D5000就會對主體重新對焦。高功能嘅 XP 影像處理系統拍出令人驚嘆嘅畫面，同時亦將相機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擁有1230萬像素 CMOS 感應器，令你可以拍出巨細無遺嘅精彩畫面，展現超卓嘅色彩重現同豐富嘅色彩漸變層次。任何時候，你都可以喺最佳位置捕捉快速、精細、清晰嘅畫面，對各種拍攝環境都應付自如。當難以判斷最佳攝影設置嘅時候，場景模式立即大派用場。只要將模式轉盤轉到場景，螢幕上會顯示照片樣本，幫你選擇正確嘅拍攝模式。接落嚟 ，D5000 會自動完成曝光調節、影像處理、主動式 D-Lighting 同其他設定，達到最佳效果，令你輕易掌握拍出高水準嘅專業效果。主動式 D-Lighting 可以將陰影同高光區域嘅曝光自動調節，展現原有嘅色調同細節，幫你將眼前嘅一切真實拍攝落嚟。D5000嘅寬廣 ISO 感光範圍，容許相機用高速快門凝固動作，減少使用三腳架或閃燈嘅需要。對於力求完美嘅專業攝影師，不同款式嘅高水準尼克爾鏡頭一定可以配合所需。由魚眼、超廣角到超遠攝鏡頭，一應俱全。相機內置簡單易用嘅編輯功能，俾你輕鬆欣賞相片同短片之餘，更可以管理、編輯同分享。簡易操控、靈活自如，擁有輕巧機身設計嘅 D5000，具備一系列拍攝功能，隨時隨地幫你捕捉完美影像。